在下来屯小姐的法医设计师林应成，其实伊本单对法无嘛兴趣，因正14岁的时节，入体台北中华商场屯阿爸听书买花，看花看到胃的。不过人家是很有名哦，还拿到大大小小法医比赛的奖杯。林应成开花店，唔想爱抢买花听听，故所以这话到美国、法国、德国遐个国家去学花艺设计，是感觉讲七工用的好路唔小，过设置，唔过伊还系无放弃，从打造国家嘅无穷用形式，用下应用，天天的突破难关，用为为4年的时间，总算做出七家特别的风格，因为对花的世界，请到事业的定位同人生价值。今天是扎花树哈，因为桔梗枝干长，如果遇到枝干短的，你要尽量留长。现在婚礼设计比较注重看到花朵，以前都会把叶子插进去，可是那样子的设计现在不流行。落花吹整理好過後，甜甜兒就走咋，就將浪漫嘅花 Q 就出來咧。对称的桌巾，不对称的球，但是对称的2个人。所以我们现在开始陈列的东西是要走完全不对称手法，你不能再把东西摆得很对称，这样就不好看。自拍室內為主嘅婚禮上片起花藝設計，用 L 巴洛克風格，涵蓋係帶條插花風。背景、空景、地景3个景物制造一个空间的设计感又用个小蛋糕然后又做在分享蜡烛里的东西在欧洲有祝福幸福的感觉，也代表生命。花藝先生林俊勳東北做芬然會創花藝佈置，就算是係用單一種花材，每做的創作特別風情。这样子的手法比较接近法式的手法。法式的手法就是圆满圆融的感觉，但它的密度是高的，但是密度高，但是又不是就是很封闭的，是有一点半开放。极简风的设计看起来简单，如果做起来做气氛的东西你有动作的配件。那根本用蜡烛刚刚又讲蜡烛的祝福又氛围的东西，再加上又背景又空景白色，然后加上一点比较少女情怀这种小型的相本桌，这样子整个氛围就走得把它制造出来。林俊勳唔單搶做芬然會創佈置，未做根本出色嘅老總專藝術，佢嘅花藝作品從頭喺全國比賽當中得獎。不過林俊勳寫世界並唔好花，無下開花店嘅機，但一看花看到難睇。中華商場還在的時候，就在中華商場那個第6棟那個天橋上賣花，然後賣着賣着，他賣差不多1年吧。挨爸就講賣花也不錯啊那時候剛好台灣經濟起飛他就覺得說那不如回去家鄉賣花，就搬回來新竹開花店團過後，林俊勳遲到時間冇乜收益，所以阿爸搬去一間花店經營。雖然冇乜好花，為咗吃最苦，還是做得去看下。不過其實唔想是係賣花，設計東西又附加價值。你開花店係買空賣空，你就花的東西來，你整理包個花束，你賣1000個，你還講昂貴，你賣500個，講冇賣個2000。所以林俊勳開始到國外學花藝設計，美國、法國、德國、日本兩啲國家佢都去過。設計東西你學唔來，學唔來因為
又自暴自弃嘅心态会出来一啲啊，莫会看到披萨哦用来做安酱哦，哎切甲做唔出来，遇到瓶颈嘅想讲啊，莫换跑道好咧，两咪从头签吼，学安多东西会化纤吼，因为想莫安用因投资报酬率太低了啊，干脆放弃。唔过佢入手钱都是落去咧，最少是学起来长高，所以继续坚持。每一个花艺都不一样，然后你回来之后，你再把这一些学来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所以这一路走来，大概花了10年的时间，一直到真正的觉得说自己的东西是有突破性的、有前景性的，是在32岁，差不多是4、5年前，我才觉得我的东西跟别人已经不一样了，我已经做出我要的了。建筑好、色彩好、空间设计、环境比例，全部凑紧了掉，嘛解都会好。每锤认为，就来了掉理论基础，基础人林俊生的设计，天天个行出设计路。设计的东西，你可以把大的说到这个所谓的小的空间去，这样你在这个小的空间才可以制造出一个世界来用音的。法国加上德国的手法，因为法国本身就是饱和度比较高，那德国的花艺比较注重线条，所以把这个线条带进去，它会制造出一种比较不一样的情境。那你差唔多見，我哋班自己可能混亂。交叉点不要太接近，然后分布均匀一点。綜合各個翻譯特色，就嚟以下嘅 CQ 撈住嘅嚟做，是本人考房嘅點陣時，兩下是模擬做的考房機。以前没有学的时候，客人会讲，爱老师爱有动简单，你讲爱有动热闹，简单热闹，简单用扮演热闹，热闹用扮演简单，以前就不晓得，啊，两下就地嘞。跟我们刚刚做的那个主桌，越简单啊，越色出白色的、绿色2种颜色，动简单啊。如果越花材种类动多，那种热闹类啊，所以简单跟热闹它是可以混合在一起的。經過點轉先嘅書，本單單條嘅花變到風清繁竹，對唔好花都如是花落雪。桂路紅點轉先從電到企甘炸肉。堅企堅甜，啲花嘅世界度淺到切家，未開錯從花肉五彩繽紛嘅顏色。也都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枝，感謝大家嘅收看。交通部觀光局主辦台灣十大觀光首賞嘅遴選，最近會揭曉嘅哦。因為嘅17個景點也算提起盧山網嘅綁票，每日上午高雄美濃、花蓮水美、台東鹿野，也只客家莊也睇地杯，也都提起成為台灣十大觀光首賞嘅條件有哪度，有面臨用嚟嘅挑戰。下禮拜向下嚟關心，我哋再會。